今年4月，花莲市有一只一级保育类的野生动物小飞虎，只讲是发现讲伊摔落来伫树骹，随通报林保署的花莲分署去抢救哦。经过半冬的照顾，已经平安大汉咯。这个月12嘛，甲伊野放。 这只用面棍包起来的细只蜜蜂，迄当阵对树仔顶落来时阵，有志工目睭正来看到，迄当阵体重只敢若80公克，随通报林保署花莲分署，严格甲囥起伫树仔顶3天啊，老母拢无带车。我第一个时间就是，用毛巾包起来，然后通报，每一步都是非常谨慎的，因为主要是没经验，还有就是可不可以把它养活。 兽医评估了，救援团队甲伊送去东部野生动物救伤中心照顾要到半年，一开始甲伊饲奶，怎么让食水果，体重也已经大到307公克，佮甲互名叫福宝，伫12野放。我们不断的把花莲的一些4季的果实送过去，让它可以适应这样子野外的食物。那这之中的训练过程，也希望它不要接触太频繁的人类。 这种蜜蜂叫做台湾虎蝠，进前无照顾了野放的经验，所以参考日本专家的建议，对照顾野放准备野放方式、训练伊飞、野放了观察做讨论研究，是台湾第一例。 因为其实台湾都还没有这么小的虎蝠人工照养之后野放的经验，那我觉得在花莲的经验里面，其实都可以给未来我们花莲甚至有虎蝠的一些族群的县市，也可以作为一个参考。另外，为了要了解福宝伫咧野放了伫野外生活甲饲食的情形，林保署有伫咧伊的身躯顶装发报器追踪，所以希望民众若要观察蜜蜂的时阵，请莫干扰、莫中断、莫照电火，大家做伙来保护这种互人叫做台湾4大神兽的蜜蜂。记者综合报道。